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師兄講馬，專飲頭啖湯。咁賽事咧就嚟到2025年11月15號星期六嘅泥草混合賽啦。咁頭場開跑時間咧就1點鐘嘅。嗱，咁入正題之前啦，麻煩大家喐喐你哋嘅手指先，訂閱師兄講馬呢個頻道，點讚、留言及分享呢條影片出去。嗱，另外大家咧就可以掃一掃熒幕上面嘅 QR Code，加入我哋免費群組一齊玩。咁其實每個賽日餘下嘅賽事咧，師兄都會喺群組度為大家做馬匹嘅分析同推介嘅，包你一定有得着。嗱，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馬上就進入正題，逐隻馬去睇睇先。嗱，咁呢一場咧就係一場4班嘅條件限制賽，嗱，又係一大堆新馬嘅場合。1號馬江年情長，蔡明少、無偉傑嘅組合，副榜132磅，排過14檔啊！嗱，咁呢隻馬咧上季咧就跑過2場新馬賽噶啦，第一場咧就爆過45倍嘅冷門贏馬嘅喎。嗱，咁第二場咧就孭過133磅，咁啊僅僅輸個馬頸跑第2啦。咁今季咧就升咗上3班作賽。嗱，咁上場咧就同標之星河啊、晒冷啊呢啲喺3班有晒證明嘅馬跑，咁啊其實表現就一啲都唔失禮嘅。咁而且呢一組咧其實都算強組嚟嘅喎。你睇翻嗱，標之星河咁今次都已經上到2班作賽啦，飲杯啊啱啱禮拜3贏馬噶啦，添開心咁啊再出跑第2啦，晒冷再出都跑第3。嗱，咁今次其實呢隻江年情長就跑翻4班嘅條件限制賽咧。其實就同跑新馬賽冇乜分別嘅，對手大多數都係穩穩妥妥啦。嗱，咁所以今場咧，我自己又覺得佢跑過啊，值得信賴啲啦。嗱，三甲我覺得佢係配腳之選嚟嘅。2號馬佐治傳奇潘頓伍鵬志嘅組合，副榜125磅，排過12檔。嗱，咁其實上一場咧，嗱睇翻1、2、4場次，大家其實呢一場咧係好值得睇翻嘅。嗱，其實呢一場係我近年來見過都係一場幾神奇嘅賽事啦。嗱，咁頭馬嗰隻大愛無疆啦，當日賽日我都有推介呢一隻馬嘅單 win 嘅，直接倒佢 win。嗱，咁但係咧，中間真係嚇到，即係我諗都大家有買嘅都嚇一嚇㗎。其實呢隻馬大愛無疆咧，佢跑到彎位嘅時候咧，超級大波歐，咁啊直頭影咗埋今次出賽呢隻佐治傳奇啦。喂，但係好神奇喎，兩隻馬喺受影響咁大嘅情況下，竟然雙埋 Q。嗱，咁大家我真係推介大家睇翻嗰一場賽事啊。嗱，咁除咗你話呢一批可能贏嗰批對手市到真係喺度爬之外咧，咁只可以證明即係話頭2馬呢兩隻大愛無疆同佐治傳奇咧，係真係具有咧超過4班水平嘅能力同質素。嗱，咁其實你睇翻個賽前8日啦，潘頓都仲親試大閘。嗱，最後200米你睇佢鬆一鬆就過晒㗎啦。嗱，咁其實今場咧佢絕對係我單 win，即係毫無懸念㗎啦，單 win 之選。嗱，咁因為今場馬咧始終真係新馬太多啊，我怕大家悶。嗱，咁我就唔逐隻講血統簡評啦。咁呢啲資料咧，其實大家可以喺馬會網頁都睇到嘅。嗱，咁我就以簡單講翻佢試閘嘅表現，同大家睇翻即係餘下嘅新馬。3號馬冷蛙奧爾文黎超星，副榜124磅，排過11檔。嗱，睇翻近2課閘啦，試過跟前，亦都試過追馬，但係表現就一般噶啦，11檔。我要唔到。4號馬精英高球班德禮蘇偉賢，副榜124磅，排過6檔啊。近2課閘咧就開始有啲追勢嘅，但係即係你要同翻啲有證明嘅馬跑，我覺得就最多只可以4連環4重彩做配腳啦。5號馬真叻仔金城江鄭俊偉，副榜124磅，排過10檔。嗱，咁你睇翻近課閘咧，連1000米閘都有啲力弱啦，排埋10檔，要唔到。6號馬靜哥哥周俊樂葉楚航，副榜122磅，排過13檔。嗱，咁今季咧其實佢都跑過一場條件限制賽㗎啦，咁不過表現就真係一般嘅啫。嗱，賽前嘅拍跳功夫咧試閘啊全部做足嘅，咁但係我都係要唔到今場。7號馬一路精彩，潘大衛呂健威嘅組合，副榜124磅，排過7檔。咁上仗咧都係1、2、4場次同佐治勇區跑啦，佐治傳奇跑啦，但係就零威脅㗎啦。咁賽前咧就專登上從化操咗幾日，咁但係睇翻都冇乜特別改變，要唔到。8號馬星彩，嗱，咁杜遠欣姚本輝嘅組合，副榜124磅，排過1檔。嗱，咁呢隻馬咧賽前嗰課閘咧睇翻佢出閘直頭慢閘，咁走勢都一般嘅啫，咁純粹係個1檔，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9號馬紅海王何澤堯文家良嘅組合，副榜咧就124磅，排過9檔。近2課閘咧
睇落去就有進步嘅喎。嗱，咁近一次大閘咧就越騎越有添。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呢隻馬咧就可以4連環4重彩部配腳嘅。咁始終贏嗰課閘咧預勢都幾好嘅。咁佢都算係咁多隻新馬嚟講，我覺得算值得留意嗰一隻啦。10號馬極上沙龍，潘明輝、羅富全，副榜124磅排個4檔。嗱，近兩課閘，一課就快放第二，嗱一課咧就早段抽實，俾落去有啲反應嘅，逆策都第二嘅。咁覺得呢隻都可以4連環4重彩做下配腳啦。11號馬八心之心，咁啊睇兩課閘都係走勢生硬噶啦，要唔到。12號都靈冠星，董明朗、大衛希斯，副榜124磅排個8檔。嗱，咁近兩課閘咧睇落去追落去都有少少走勢嘅，4連環4重彩拖翻我都唔反對。13號馬良言一句，鍾奕麗、沈集成，副榜122磅排個3檔。近兩課閘走勢仲係好生，完全要唔到。嗱，咁14號元好運、麥道朗、廖康銘，副榜122磅排個5檔。嗱，咁呢隻馬值得講一講嘅，其實上季新馬賽咧就打到熾熱3.3倍就倒做啦。嗱，咁但係佢今季咧就嗰兩課閘咧睇翻走勢幾好喎，其實練馬師擺明係操好再出嘅。嗱，今場打黃牌配埋麥道朗，其實呢一隻咧就係我嘅次選，亦都係我今場嘅3甲之選啦。嗱，所以今場我自己嘅選擇咧就會係1號馬江年情長、2號佐治傳奇同埋4號元好運。嗱，咁祝大家贏多啲啦！